苦，但佛教教我哋，苦唔係終點，而係修行的起點。真正的修行者唔係冇受過傷，而係傷過之後仍然選擇慈悲。苦難唔會摧毀你，除非你放棄慈悲。你可能被誤解、被傷害、被遺棄，但你仍然可以選擇唔報復、唔怨恨、唔冷漠。慈悲唔係軟弱，而係一種深層的力量，佢令你唔被苦吞噬，反而因苦而更堅強。願你行過苦海，仍能溫柔待人。慈悲是苦中生出的光。佛教講悲智雙運，悲係願眾生離苦，智係知苦之因。當你明白苦係因緣所生，你就唔再怨天尤人，而係開始理解、寬容、放下。慈悲唔只係情緒，而係智慧的展現。願你唔因苦而封心，